最近網上有輿論講北上消費風潮長遠會累及香港經濟。以前有啲自以為是，覺得自己先至係真香港人嘅人，其實最愛鬥爭嘅係佢哋先真。2019年嗰時就不斷批評人哋唔夠黃，而家又話人哋唔夠愛香港，假期就北上消費。其實無論你係遊客定係土生土長香港人，對出外用餐或多或少都總有不滿啩。香港好多餐廳咁多年嚟就好似食神一樣嘅待客之道、宰客之道，你竟然對香港飲食業冇半句怨言，唔憤慨香港飲食業嘅沉淪。仲有呢啲人憑乜嘢高高在上教訓北上消費嘅香港人？唔通你嚟自斯德哥爾摩，使得起錢又中意食屎？真係極度懷疑呢啲人只係同20蚊張同一類人做生意一毛不拔，由請人到食材到服務配套用餐時間都算到盡。當消費者有更好選擇，覺醒咗，唔幫襯你啦，而家就到你哋出口術，責怪人哋仲要帶風向。其實呢，香港人從來只係崇尚優秀，聲稱自己係香港人就唔該公平啲。就好似有人話，一個普通不過嘅意大利粉賣到百幾蚊，堂食仲限時，西面迎客仲要當理所當然，話係香港人真性情，自己人咁幫唔落，你叫人點樣盲撐？情緒勒索已經行唔通。如果你並非資本家，而係對飲食有堅持，咁就更應該知己知彼，反省自己有乜嘢不如人。出口術踩低人哋，抬高自己，呢啲都叫香港精神嗎？什麼元素表講咗幾十年仲喺度講。事實上近年國內飲食業已經與時並進，有一定進步。再講，凡有食安問題一定會上新聞。若然你去嘅食店係集團經營，佢哋應該都唔敢亂嚟。睇返香港，其實多年以嚟，就算喺香港食飯，都係眼不見為乾淨。但係而家連性價比同埋待客之道都冇，你話點算好？人哋唔幫襯你，你唔識得自我反省，只將責任推俾人哋，話自己本土就要香港人盲撐，要我哋逆來順受，簡直就好似姜濤唔再努力，但仍然有人話佢肥得可愛，盲目支持到呢種程度，咁都得。借用頂流嗰句真係得啖笑。